胜红石，回归正红时。 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你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情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 我只有零思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 这情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，我只有零思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，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 别个讲啊！我不爱听，我不爱听。哎呦，你看你啦，一个一个，互你气甲走了了。我就歹做啊念啊啦，赶去对啦，毋过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要怎对会着啦？哎呦，啊要老命啊！好啦好啦，大家这过去的吼，拄也追袂转来啦，拿到这无啥物意思，管转去啦吼。对啦，来转啦，当遮加伤心的，行啦，来转啦，陈长伯，来势。 陈长伯，安叔，这个情形安怎？哇，是真严重的，我找你。都是台湾话。长，当处长毋是叫你接我转去，你哪个转来遮？这是当处长交代的，当处长已经到马田。阿姨，阿姨，我就想你诶，美莲乖。习惯，想要到我亲身过来吼。阿祖，去楼顶找行李，关去车顶。是。陈秘书，送我去机场，我要转来高雄。阿姨。阿祖，唔免啦，咱暂时也无要转去高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业务做得袂歹啊。啊，总袂讲话走就走，上较至少啊先安排一下，敢毋是？蔡明雄，你是存心要互我艰苦？哦对，我存心要试验，我要知影一个对我走而无囝心肝啊，是毋是还受着另外一个查甫人，另外一个家？阿爸，我甲你讲，王天豪即马倒一个病院，生死也毋知咧。你满意也好，你满意也好。阿姨，阿爸，你去甲阿姨安慰一下啦，今日拉去啦。当，有啥物代志，敢免小等才讲咯。我已经找到陈少爷啊。真是嘞。
丽玲，你哪会来呢？伊是啥？是。你是安怎吞吞吐吐？你甲伊什么关系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丽玲，这是秘密，咱唔好伫咧遐吵。有啥物代志出去外口再搁讲。迄个查某囡仔，甲无哪是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好啊呐，卖叫啊！你是要叫我去倒呐？丽玲，咱两咱之间的代志，你莫去牵拖着别人。你看你拄则迄穿啥物款，敢袂收拾大小姐的风度？无风度，好啊，就算我无风度啦，你敢有想看卖咧？我是安怎会遐尔无风度？我相信哦，任何一个查某人看到伊的未婚夫甲别个查某男做伙哦，一定拢会甲我同款的心情啦。你无怪你家己无检点，颠倒头来骂我，陈文华，你还阁有一点良心无你？你讲话啊！你想怎讲话？你讲啊！你有啥物理由？你讲啊！你讲我讲，你甲迄个查某到底啥物关系？你讲，你讲，你讲啦！领导，你看，陈医生呢？诶，你边仔迄个查某啥？哦，有够车的啦！我去探听者哪会使？我甲秋萍之间无啥物。秋萍，秋萍，你阁叫我遐尔好听哦！你唔肯甲我结婚离家出走，就是为着迄个查某对无？喂，陈医生啊！好了，正南。你车牌牌查某是啥物人？喂，我叫蔡丽玲，是文华的未婚妻。文华，点骂人的小玲是啥啊？嘿嘿嘿，阮小玲哦叫张阿母城啦，我叫我好溜啦。后壁迄个烟头是阮大的啦，伊叫高啊俊男啦，惊着啊哦。文华，你哪能甲即款不三不四的人斗阵啊？哟，讲啥你鼻芳者，阮若带斗阵，还阁动机咧。动机伫倒？哪位？好溜啊！莫后面讲。我偏偏无甲你讲，安怎？你甲我教？我才无闲睬你这款人咧。文华，你甲我转去。丽玲，我有我的代志，我真正免甲你转去啊。嘿嘿，我即马无法度甲你转去，将来嘛无法度甲你转去啊，永远就袂甲你转去咯。文华，我讲问你一摆，你要甲我转去无？问10摆嘛无效啦，我替陈医师回答啊。1摆，2摆，3摆。文华，丽玲，我真是免甲你转去啦，你莫逼我。好，既然我请你袂行，我就去找一个请你会行的人来。好，出事毋捌看过这车的查某。陈医师，伊真正是你的未婚妻哦？你听着，未婚妻呢？这声哦，你套动啊？哎呀啦，丽玲一定是去找我阿爸甲我阿母啦。谁呐？你今仔见到恁爸母哦？这讲起来话头长啦，为着我真正免去见，后壁先来走。不管啥物人问，你就莫甲我下落讲出去。OK，no problem。秋萍阿爸出车祸，情形是真好，秋萍真伤心，恁来加甲照顾者。有生命危险无？有，就算是救我起来，恐惊嘛会变成植物人。是啊，你已经找到文华？是啊，我有记着文华，我叫伊转来，伊为着另外一个查某唔肯转来啦，而且还讲骂我无风度。阿伯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哦。好，我明仔就加找伊。老爷，我话要甲你讲大声哦，你即摆若看到文化哦，唔通看来歹静静，有话好我讲，先劝伊转来。歹势，阮是来找陈文华的啦，请问伊伫倒位吼？你要找陈医师哦？请问你是？我是文华的时代啦。阿伯、阿姆，您好。啊，你是？我是王秋萍啦，是陈医师的助手。王秋萍，你甲阮文华，敢只甲医生甲护士的关系尔？阿伯，你
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王小姐，请你莫见怪啦。阮文华离家出走，阮这做爸母的人非常的着急，嘛足烦恼的。而且阮阁有听到一寡闲仔话，所以才安尼问啦。我知影啦，是毋是迄位丽玲小姐？是啦，伊着阮文华的未婚妻，伊关心你甲文华的关系，这嘛是应该啊，对无？请恁两位甲迄个丽玲小姐放心啦。我甲陈医师只不过是董事长的关系，伊今日来病院，完全是为着阮爸爸，一起来看一个尔。我安尼回答你敢有满意？歹势啦，恁阿爸有要紧无？多谢啦。王小姐，假使阮若有啥物失礼所在，请你都毋通见怪呢。袂啦，你是陈医师的爸母，算起来嘛是我的长辈，我来见怪。安尼我就较安心啊啦。我这个老的都较袂晓讲话，你若无见怪就好。是讲，你是毋是会当甲我讲，阮文华即摆人伫咧倒位啊？是毋是阮文华叫你莫甲阮讲？请你带领阮这做爸母的思念囝的心情，你甲阮讲好无？好啦，我甲你讲。小平，无要紧啦，这是毋爸囝的代志，欢迎家己去解决啦。陈医师伫我遐的卫生所做医生啊。你这个囡仔，哪会遮尔忍心，安尼做你走，一点仔消息都无。你敢知影有你流偌济目屎咧？阿母，失礼啦。失礼？这句失礼就准煞唔？车你甲遮大汉，只敢听你讲这句失礼？阿爸，我知影我安尼做你会无欢喜，会让阿母伤心。啊，不过你也无想看卖，假使若毋是你逼我，甲无法度，我敢会安尼做是无？你到这个时阵，还阁无想你做唔对，你还讲我逼你啊？你好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你就是安尼，逐摆拢遮尔歹啦，搁较乖的囡仔，嘛会去互你惊走去。彩虹啊！安怎？我敢有讲唔对哟？咱来惨，文华，你这段日子过了好无？食好饱，穿有烧无？阿母看你敢若较瘦呢。阿母，我真好啦，你放心啦。是丽玲甲你讲的对无？啊，伊人咧？我伫遮。丽玲，你莫安尼甲我停好无？文华，丽玲是你的离婚妻咧，你保护来找你倒转，有啥物唔对？伊叫啥物人来拢共款啦，我是袂甲恁转去。你唔肯甲阮转去，是毋是为着迄个王秋平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这甲你无关系。迄个王秋平到底有啥物好诶？伊只不过是一个装脚的小护士，伊无身份，无地位。因每一项拢比你较好，那伊贤惠，有爱心，有智慧，无亲像你啊，刁蛮任性，骄傲。文华，你哪会对丽玲讲这种话啦？我安尼讲有啥物唔对？我会离家出走，完全是要逃避甲伊的婚事啦。我歹一世人甲伊即款查某斗阵生活啦。你袂晓，你一定要倒转甲丽玲结婚。丽玲啊，丽玲！这个事情都还袂解决，搁来一个未婚妻，我算共排第三个。嘿，阿强啊，你是到底无拄好哈？以前我劝你老爸咧啉烧酒，啊，即摆呢，换你咧啉。即摆阮阿爸袂当啉啊，做伊个囝儿逝世的人，我就代替伊。伊做袂到的代志，我来做伊看。讲我者，来啉啊！你呢？啊，袂当啉，我来啉啦。好了，倒
多谢你。莫甲我讲多谢啦，要考劝人吼，我袂晓啦。啊，毋过吼，看一个7少年、8少年在遐啉烧酒吼，我嘛看袂过去啊。这无像你的个性嘛。我的性安怎这样？要安怎才成我个性？像以前同款，家庭去互破坏。我老母无爱我，我常去用气势互 Q 我起来，对不对？莫搞唬啦！啊，像即摆同款，一个面了解老爸的痛苦，常常讲叫老爸不让囝，对不对？阿勇。我要做一个会当承担家庭温暖的查某囝，我要做阮阿爸做袂到的代志，这才是我，这才是王志强。拜托，起病阮阿爸。阿勇，你别搞了。我要去我应该去的所在，做我应该做的代志。错明了，你稍等一下。王家，你找你啥事啊？哎，你袂去啦，你袂去啦，来家中啦！哎呦！惨吧啦，啊，代志呢愈来愈大条，哎，想办法甲做动，找啥？传长辈。传长辈，传长辈，代志唔好，代志唔好。来咱兜哦，唔捌一摆代志好，拢代志唔好的啦。甲听看卖啦，是安怎啦？阿强哦，阿强哦，安怎啦？阿强是安怎？你若紧甲做动啦，伊讲后要找蔡明雄报完仇拼命啦。夭寿哦！哎呦，佮紧行，唔惊出人命啦。啊，无行。现在看到我就要走。无啥物。你讲，这什么？哈？你离婚？哈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是我铁上念经，你就是我唔知的。你是我无囝，要我去连我这查某人念经，你安尼做，你媳妇老爸冤准啊！你个小蛋，你个小蛋！你是要走的？你就是你是要真正的女？我坦白讲，你只不过是失败家哦，失败老母啦！你拢袂敢接受你，你就属于我蔡明一个人的啊！你是人唔知介绍人？阿强，志强，你就是黄志强啊！伊是我家后，我爱安怎就安怎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囝，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小官，小官来说，小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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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记住，小官，小官，小官，对吧？这样不是啊！这小官关起来，这样干嘛呢？这样干嘛会？
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秋萍，秋萍，你要不要清醒啊？爸，阿爸，你清醒啊！我秋萍啊，阿爸。阿妹，阿妹，我准然啊。阿爸，阿爸，你看我一个啊！阿爸。秋萍，你若目敢若听无咱咧叫伊呢？准啊，我的爸敢变植物人啊！植物人？请问恁找啥？你就是王秋萍小姐。我就是，啥物有啥物代志？恁小弟叫阮等下厝内面件代志，甲阮当娘拍甲昏去。你讲啥物？志强。毛你参阮来去董事长处理一撮。秋萍，我陪你啊。阮等下交代，只要王小姐一个人去，你免对去。准啊，我的爸就麻烦你了。王小姐，请。阿妹，喂，我袂放心。请问我小弟人呢？什么代志？接来同我讲。我是蔡明耀，你应该要认得我。真紧，目一个年，你已经遮尔大汉了。我相信当初我甲恁老母的代志，你心肝内一直无得谅解，对毋对？我当然无谅解，啊，毋过这拢过去啊，我并无希望跟你吵架有啥物任何关系。包括你的老母。是嘞，我并无承认伊是我的母。真好，要那安尼我就放心啊。秋萍，只要你肯答应我，保证讲恁小弟从今以后呢，袂过来搅扰阮全家。安尼即摆这个代志呢，我会帮伊煞。要若无呢，你应该知影讲我会用什么款手段来对付伊才对。我保证，阮小弟袂过来搅扰你啦。真好，阿王，王志强啊，带出来。是。透过。志强，阿七，你冤枉我！我不要紧。王志强，本来我是打算要甲送去警察局，也毋过恁阿姊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以后你袂过来搅扰阮全家，所以这边这代志，我无要甲你计较。也毋过后摆你若敢过来搅扰咧，我对你无客气，你有听到无？呸！你竟然敢我骗我！不但你敢骗我，咁样你性命啊！哎呦，他暂时放伊走，我尽量拍算一个。你敢拍开啊？你要做错英雄啦！好啊啦！狗，你想要倒啦？你袂送死是无？阿爸已经出车祸啊！你若阁有啥物代志，你放我一个人是无？好啊，你若要去你去啊！你去送死啊！你去送死啊！你去啊！你送死啊！阿姊，你莫叫我！你若承认我是你阿姊，你会这尔无罪啦！你真个伤我心！阿爸，你咱变成植物人了，我求你好
求你赶紧放弃。我一定要好好听你的话，一直在五境里听你受气。你一定对我真失望。我知我唔对，我知我唔对。阿爸，只要你能好起来，我一定好好养好你。我袂搁分地出来我叫你，拜托你好起来好无？拜托你好起来好无？阿爸，我拜托你好起来。阿爸，阿爸。阿爸，阿爸，阿全啊，手会叮当啊，手会叮当哦，哎呦，会叮当啊，会叮当啊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我救命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有看到我，阿爸，天好啊，我春花啊啦，天好啊，我来看一下，快紧来，哎，天华，大树啊！哎，我好溜啦，阿爸，灾人啊，灾人啊，灾人好起来，阿爸，哎呦，阿弥陀佛咯。文华，丽玲是你的未婚妻呢，你安尼伤害伊，你要叫我向恁带爸交代？当初是你逼我甲丽玲订婚的，你要安怎甲伊交代，跟我无关系啦。好，向恁带爸交代代志，甲你无关系。那咧，我问你咧，丽玲的代志，你要向伊交代？我要甲丽玲退婚。你要甲我退婚？无一定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。你真骨实的，就因无爱治我，我无可能原谅你，我无可能原谅你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无可能啦！无可能！你这个死囡仔，你也敢讲要甲丽玲退婚啊？我问你，你自细汉甲丽玲斗到大，敢讲一点感情都无？我是唔够有感情，啊，不过我是惊没啊感情，无男女之间的感情啦。感情会当慢慢啊培养啊。假使哪样培养，我早就避开这个所在咧。邓文华，我恨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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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丽玲啊！丽玲啊！丽玲！文华，你才马上把这头路辞掉，我随时来押你倒转去。丽玲！丽玲啊！丽玲！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若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若无是靠如来佛祖，我是王秋萍，阮爸爸是王天福。感谢你保庇，让阮爸爸的身体渐渐恢复起来。恳求你搁再保庇阮阿爸，身体会当完全复原。你若是好起来，我感觉这20年的血寿予伊。秋萍啊，你是咧乱讲啥啦？哎哟，拜神生意上要紧，唔通安尼黑白讲啦。人个吼佛祖慈悲，伊要爱你血寿创啥？紧回失礼，紧回失礼吼。佛祖失礼失礼失礼，啊囡仔人吼袂晓讲话，啊算讲伊黑白讲啦，互伊无紧无气食百里吼，唔通见怪。失礼失礼，啊这个王秋萍吼，一家伙就足歹命的啦。求你吼，互因这歹命的一家伙啊，会当长处平安。因老爸王天福，互伊身体赶紧好起来。啊，甲林秀官的代志吼，会看做一摆仔紧解决，唔通搁牵拖到下一代啦。互因一家口啊平安吼，圆满无代志。感谢你哦，心里恳求你，感谢感谢。你讲啥物？文华要甲你退婚？是啊，文华要甲我退婚啊！伊真是要甲我退婚啊！过来。
恁后生要到查某要退婚这代志，你拍算要安怎处理？没有啊，是的。是的啦。我唔是爱恁回事的，我要爱恁讲个清楚，恁到底要安怎办？没有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口讲无偌，叫伊回心转意。是啦是啦，阮人啊袂好啊，苦劝文华，伊袂甲丽玲退婚啦。啊，万一伊若坚持唔肯退婚咧，啊，你要安怎处理？阮查某囝相当嘛是一个千金小姐，伊到底是倒一点匹配恁后生袂当过？哈？伊竟然用逃婚甲退婚的这手段，一直来侮辱伊。好，伊若无我这样亲事呢，我会用成全伊，我答应退婚的要求。阿爸，你答应好不好跟我退婚？无咯，冰雄啊，啥物拢要讲，但是就安尼决定。我不爱拿，我不爱拿，我不爱退婚啊，爸！丽玲。阿爸，你想什么答应不还跟我退婚啊？先做啦！我不爱拿，爱退婚哦，你不是我死啦！丽玲，丽玲，好，小姐用叫转来。好。丽玲想我无代志，伊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绝对放你家干休。啥？惊到啊吼！你讲啥？像你嘛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单医师的未婚妻是蔡明雄因查某囝？就是安尼呗。嘿，那安尼讲起来，迄文华未婚妻甲秋萍，毋就是公母无公老爸姊妹？唔是安尼啦，什么公母无公老爸，蔡明阳甲秋萍若要斗阵进前盗一个查某囝呢？对啦对啦，迄个囡仔我会记我嘛捌看过，啊，毋知影讲安尼目一个呢，讲安尼遮大汉啊，哎呦娇滴滴呢。哦。小弟妹啊，小弟嘛，我想要等下卫生所一纸。啊，你等下卫生所要创啥？陈医师就要甲伊蔡小姐退婚，我想要甲口劝，叫莫尔匆忙啦。哎，啊，等你嘛好啊，你食饱收营哟。啊，恁兜家己代志遐尼严重，啊，倒咧母袂离啊，你去插别人要退婚唔退婚？是啊，要结要切身斗代志共你地带啊。对咩？单医师啊，甲你查某退婚哦，安尼上介好啦。对啦，秋萍，因的代志你上好莫管。大家莫口劝我啦，我安尼做吼有我的理由啦。哎，到底是有啥物理由啦？我已经答应过蔡明雄，我甲因斗有啥物交吵。蔡小姐的误会，陈医师爱的人是我呢。万一因两个人真是退婚咯，蔡明雄袂放我煞啦，所以我一定爱去阻止这样代志才对。是，蔡明雄迄个少年哦，你免惊伊啦。我毋是惊伊，我是为着阿爸，甲为着你，你知无？对啦对啦，秋萍讲安尼嘛是有道理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你明仔载要家己转去，我袂放心。规气吼，我甲你斗阵来转啦。吼，啊遮，大手啊，今仔留互你踮遐照顾。好啊，卫生所都无卡销咧。卫生所，你啦，你踮遮嘛做无工课，规气你去卫生所斗帮忙啦，好无？遵命。你有够笨蛋，叫你叫一个人叫甲拍进去。伊就讲要入去学拜拜，你若知讲后尾门头走啦。了，你有头辩解。是啦。小姐，我载你转来。是啊。你若出代志哦，我就气惨啊！我也无发生啥物代志，啊，你是咧紧张啥啦？阿叔啊，啉茶是。恁当做我真是会去自杀？我问你，你拄着啉酒，你到这才转来，即马几点你知无？哈？几点是安怎啦？你当做我会去互人欺负哦？袂啦，你放心啦，谁敢欺负你蔡明雄的查某囝，对无？你哪这么不自爱？为着查甫人，你竟然……小姐，请你坐。阿珠，有你小姐休困。是，小姐。免啦，我免你扶啦，我家己晓行。你是做啥？你是做啥？车倒啊！你我是安怎啦？我是你的查某囝呢？你无为我，搁甲别人斗阵来欺负我，为什么？呀？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还搁问我什么意思？你甲文华两个人斗阵来逼我退婚，还搁问我什么意思？你这死查某鬼啊！你竟然讲我甲文华斗阵来逼你退婚，你本来就是啊，我敢有讲唔对？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你老爸呢！老爸是安怎？
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丽玲，莫伤心啊啦，乖，戆囡仔，莫搁哭啊啦。阿姨，你的心情我了解啦，也毋过感情的代志是我都勉强的。啥拢无伊勉强的，我跟他骗啦，我无遮尔简单就放伊煞，我要甲母我抢倒来啦。丽玲，你莫讲劝我，明仔天光哦，我就要去找文化，我一定要将伊抢倒来，我一定要将伊抢倒来，抢倒来，抢倒来，抢倒来。丽玲，唔通安尼啦，戆囡仔唔通安尼啦。陈医师，陈医师，嘿，秋萍，你哪会来啊？我拄仔要去马经看阿伯。你妈见看阿伯啊，讲甲遮好听，我看你敢是要看即个阿伯的款哦。秋萍嘛，你哪安尼讲我？我倒有影，我惊人讲，搁咧歹势。入来内底坐啊。免，即马无闲。秋萍啊，你毋是话要甲伊讲，紧的，趁这个时阵。啊，这毋免，这我管来。哦，我讲啦。秋萍，你有啥物话你直接讲啦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。莫讲拜托啊，只要你讲一声，我一定会尽量去做。你直接讲啊。我想要拜托你，要搁娶小姐退婚啊。你讲啥物？你讲？伊就讲叫你吼，莫甲蔡丽玲退婚啦。你讲啥？秋萍，你想若叫我莫甲丽玲退婚？陈医师啊，这样无甲你讲，你煞敢若拢毋知的款呢？啊，煞毋知影恁迄颗未婚妻因老爸蔡明勇啊，其实就是抢走秋萍老母迄个人。你讲啥？蔡阿伯是抢走秋萍因老母的人，然后咧蔡母就是秋萍的老母。就是安尼咩？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？啊，毋过，这甲我退婚有啥物关系？哎呦，那会无关系啦。即马秋萍因一家口啊，甲迄蔡明勇恩怨是真深呢。啊，假使你若硬要甲伊退婚哦，哎呦，这件代志愈舞愈大条啦。春玲嘛，我甲丽玲退婚，甲秋萍、甲蔡家之间恩怨有啥物关系？是安怎嘞？啊，无知哦，你册读遐济，啊，你真有够十头呢。吼，你就知影因本来就有恩怨。啊，即阵吼，恁迄个蔡小姐咧误会啦，讲误会你去介意着秋萍，啊，这敢无影？这嘛有影哦。伊是惊伊讲毋拄哦，迄蔡明勇找因一家口会麻烦啦。天啊，敢若有这种道理啦？我介意啥物人是我的自由，有啥物资格找秋萍的麻烦？秋萍，你莫惊伊。哎，啊，你是咧讲梦啦哟？什么叫伊莫惊伊？哎，蔡明勇是老蛮呢，迄势力大，啊又搁脾气歹，性地搁歹，吼，伊一声若真正去惹着伊哦，秋萍互伊疼食落腹，做点心都无够。啊，毋过叫我莫甲丽玲退婚，我做袂到。做袂到，你嘛着做啦，这是人的安全问题呢，哈？春婷嘛，医师，我知影我不应该为难你，不过你既然甲蔡小姐已经订婚啊，而且伊搁遐尔爱你，你应该甲伊结婚才对啦。对啦，对啦。你拢莫苛刻我，我是无可能甲丽玲结婚，我无可能，我绝对无可能啦。陈文华，啊，你夭寿，来，你讲你绝对无可能甲我结婚，你敢真是遐尔讨厌我？你为什么遐尔讨厌我？为什么？我毋是讨厌你，我一定甲你讲过啊！我对你只是嫌妹仔感情安尼。嫌妹仔感情？啊，你甲伊咧？你甲伊是男女的感情，是无？我毋对，我对伊是男女之间的感情。我所爱的人是秋萍。
你的条件，能找一个对象比我搁较好，你才着对我遐尼固执，才你将我放袂记，好无？无可能，我无可能将你放袂记。你今日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我一世人拢会家己记的。但我恨你，我恨你！蔡小姐，蔡小姐，挂倒啦，夭寿，你若再夭寿滚，你命较圆满的哟。迄查某囡仔，互你这款话刺激个到底，会去跳海啦！我来甲救，你来害死我！那是查某倒去啦！蔡小姐，陈医师，你哪要讲这款话伤害伊啦？我毋是伤害，我讲的都是真心话。秋萍，请你相信我对你的感情哦，请你相信我。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是真心。爱你，我。你这人根本唔知什么叫做爱情啊！秋萍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嘛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有进步啦！嘿，天华，免烦恼啦，医生就讲哦，你免偌久就会使转去厝成养的。阿伯，等你出院，我请你啉酒。嘿嘿。讲着烧酒笑甲安尼啦。你若去咧，秋萍有代志，转去厝一撮，了咪就转来。你讲人教啊啦。来，会当你是来讲斗老者。喂，无我过来转好无？我好心去互雷金，我是惊恁大家伤忝，超工来甲你交换班的啦。哦。大手的啊，无规矩安尼啦，要忝你就忝无清早。因含你陪我啦，咱两个各一班，啊，互因拢转去休困，咱明仔载再来转，好无？啦，我着想无代志做，啊，少年转去补一下面的，明仔载较有体力。好，安尼好，好。阿爸，小平，你莫烦恼。阿爸，我知啦，你要好好保重你家己，等你身体若好起来，咱就会使转来过咱平静的日子啊。是啦，阿爸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好好读册，通考大学。到时大学毕业，我会好好趁钱来友好你。我等你这句话，等足久的。阿爸，你莫搁哭啊啦！为即马开始哦，什么人拢无法度搁欺负咱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你，甲志强。阿爸，我嘛好好保护你，家姐。好你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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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怪吼！你敢抢我的家当，我就死互你看！唔通，你唔通安尼想袂开啊！唔通做出啥戆代志，家当互我紧。我就是戆人，我就是一个戆人，才会去爱无法爱甲遐尼深。我若毋是戆哦，哪会去爱着伊啦？结果伊讲互伊甲我是兄妹仔感情。伊讲，伊甲我订婚是因爸母甲伊逼的。伊讲，伊一点仔拢无爱我。阿姨，你知影无？伊讲伊爱的是别人，毋是我，毋是我。你的心思，阿姨拢了解，我有道阿姨，不过伊若真是无爱我，我嘛无爱我啦，我嘛无想要我。你唔通激动啊，较冷静的啦，较冷静。我恨你，拢是伊大早无我的心。洪秋萍，我要保护。我一定要保护！丽丽，你拄则讲的迄个王秋萍，是毋是伫卫生所做护士？无毋对，就是伊，
就是你话是说做有罪的人，就是啦。代志哪会变甲安尼？为什么秋萍甲丽丽会去爱着同一个人呢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明雄若知影秋萍爱的人就是文华，一定会对秋萍下毒手。到时阵是要安怎呢？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言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讲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我有爱过。